如果用戶想查考員工喺上一個年度假期帶落嚟嘅餘額，可以去假期模組裏邊嘅假期開始餘額。一般情況之下，系統就會按照假期嘅派發年度，將上年度嘅餘額自動帶落，根據系統嘅設定自動帶落下一個年度。但係用戶如果需要修改系統預設咗嘅帶落下年度嘅餘額嘅時間，用戶可以手動修改。首先將系統自動產生嘅餘額刪除，重新加入一條用戶需要設定嘅餘額，例如呢一個員工上一個年度帶落嚟嘅餘額正確嘅假期為5日，系統就會按照呢一個假期重新計算員工所享有今年度嘅假期。